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你预备好了没？我们希望全家大大小小小朋友也一起来敬拜神哈。那我们要开始预备心了哈。今天呢是我们总会的这个事工奉献主日，换句话说，这个主日就是我们长老教会的生日了哈。所以我们邀请到我们教会的也在档案馆工作的卢启明传道，今天要来分享信息，请大家预备心，我们先默祷，我们要开始来敬拜神。各位弟兄姐妹，诗篇84篇第1节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各位弟兄姐妹，耶和华的殿宇不一定在礼拜堂，耶和华的殿宇就是在你的心中。我们一起同心来赞美，来祷告，来领受神的信息。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在敬拜前先一起用祷告来开始。亲爱的父，谢谢你带领我们又平安的度过一个礼拜。主啊，我们在祷告中，我们才更深的知道你的确在我们的身边，你的怜悯扶持时常在我们的环境，还有在台湾这块土地。愿你更深的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也在礼拜的时候赐下喜乐的心在我们中间。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尊贵全能神。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遵从你生命。愿能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直传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遵从你生命。永远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直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宣告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这地，兴起你所选子民，高举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尊贵全能
所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真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没有一个人，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都归于你。我们用掌声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谢谢他在这样的时刻与我们临在。亲爱的父，何等的恩典，如此尊贵伟大的你，竟愿意与我们同行。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在亲近你的时候，在看到你道成肉身的这样子的大能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在疫情的时期，有你的心肠在我们中间，更深的来彼此关心，或是更多的来渴慕与你连结，也与我们周遭的亲人或是好朋友用不同的方式来连结或带导。谢谢你在我们当中赐下丰富的爱。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唱这首歌，因主与我们同行。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共行，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赐安，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我们再次说，主与我们同行。因主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行，忧伤是你共行，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赐安，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谢谢主，他愿意与我们同行，愿我们也用祷告的心，恳求主祝福我们所在乎的亲朋好友以及这块土地。在这段时间，有主的平安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一起来唱《因主与你同行》。因主与你同行，你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他同行，忧伤是他共情，因主是你力量，你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他赐安，你就得刚强，经风暴
就勇往向前。愿你所立给予，愿你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愿你所行路径，愿你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能爱我们的主上帝，我们满心欢喜，感谢赞美你，以你极大恩典带领保守我们经过的日子，都有你满满的恩典，也保守我们脱离凶恶，使我们一直领受你的恩惠。我们感谢赞美你，上主，你的大能信实保护我们免受恶的陷害，你的信实成为我们的盾牌，在你的翅膀遮荫下，我们不遭患难。我们感谢你，今天又是新的日子，你的慈爱每日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你的慈爱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当要感谢赞美你，愿你得到高举尊崇，全地要欢喜赞美你。愿世界万物皆称颂主上帝圣名。永活的主上帝，你有应许我们，当我们来求救你的时候，你就应许我们；当我们在急难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赐我们安稳自在。这个时候，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心中的捆绑，我们的偶像、虚荣，释放我们心中极重的重担以及苦毒，怜悯我们的软弱，赐我们力量，胜过一切难处。恳求救赎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安慰忧伤痛悔的心灵，激励人的心，重新得到你丰盛的新生命。主啊，当我们忘记你，离开你，求你赦免我们；当我们自高自义、骄傲，忘记赞美你，求你赦免我们；当我们将你的爱成为律法主义，你的自由变成拘束的工具，你的应允与恩典成为需要与理所当然义务的时候，求你赦免我们。圣灵主上帝，恳求你的灵现在进入我们的心，用你的大能力塑造，用你的大能力来锻炼，用你的大能力帮助我们胜过老我，成为新造的人，来荣耀你。恳求圣灵主上帝眷顾所有富强人，在他们的家庭、工作、身心灵健康，你的圣手引领，保守平安。也特别为这疫情能渐渐缓和，求主怜悯施恩，将台湾的平安全然交托。求父神赐下聪明智慧，谋略给执政者、地方官员、首长们，并以爱公义治理台湾，与人民和睦同心，爱这块土地。今天是上主为我们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现在求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进入你身边，领受你的教导，唤醒我们沉睡的灵，专心聆听你的话语，更深更深来认识你的真理，明白主心意。求你的光光照我们，
除去所有的搅扰，安静我们的灵，也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柔软，不再刚硬，不敬畏你。今天又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你差派卢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愿主帮助我们，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得造就帮助。我们恭敬将这个敬拜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要同心一起学习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着，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在哥林多后书6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慢慢的读，一起来思考上帝的话语。哥林多后书6章1到13节，请我们与上帝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上帝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感谢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请圣歌队献诗。献诗以后，我们请卢传道讲道。他要讲的题目是与上帝同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卢启明传道。今天很感谢上帝的恩典，能够跟大家一起聚集在线上。我们说在空中相会，我不是李济准，但是空中相会，这让我们去体会上帝的恩典。上帝也好像在空中，但是他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里面，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并且扶持帮助我们。也请你们继续为我祷告，让我在学习操练的历程当中，能够学习怎么样当一位好的传道人，能够学习主的样式来服侍。在我们开始分享上帝的话语前，我们再一次一起来祷告。感谢上帝，你是昔在、今在、永在、全能的神。感谢你，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帮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让我们跟你在主日复活的主日有真实的相遇，好像你所说的平安，超越世界上一切的平安，能够真实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服侍你，爱人爱己，在疫情的当中与心灵来对话，让上帝来掌权，帮助我们在家庭的祭坛当中来见证你荣耀的名。求主帮助，继续与我们同在，圣灵指教，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打开。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的第6章第1节到第13节，这其实是普世经课表所预备的经文。那什么是普世经课表呢？就是普世教会所预备的一个读经的进度，用2年的时间把圣经整个走过一遍。所以在主日的经文里面，他会预备一段的新约，也会有旧约，也会有诗歌智慧文学。那普世经课表就是说，在全世界的这个时候，早上11点16分，可能在地球的另外一边是晚上，但是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教会，千万间的教会，都用这一节的经文在敬拜上帝。这告诉我们说，上帝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上帝，并且这见证这个教会呢是一个整体，在肢体里面呢，这是一间教会。
所以如果富强教会有500位的弟兄姐妹，在疫情的时候，有人说撒旦好像把上帝的教会关掉，但是上帝却对撒旦说：不对，我不是把教会关掉，是开拓了500间的教会，因为哪里有2、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在那个地方上帝就与你同在，在那个地方就是家庭的祭坛，在职场，也许你现在遇到挑战，也许你要分流上班，也许你要远距办公，也许你要在你的家里面照顾你的孩子，陪伴长辈，但是哪里有人奉主的名聚会，在那个地方上帝就与我们同在，阿们。所以这个时刻是建造教会的时刻，请大家跟我说，建造教会。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教会是你在哪里里面有跟神有心灵的交通，哪里有神的话语被传讲，哪里有圣礼的施行。加尔文说，这个地方就是圣殿，就是上帝的教会。所以虽然3级的防疫已经持续超过1个月，我不晓得这个月大家都怎么经过的哈，也许有人很辛苦。那我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有的在跑计程车的，生意差很多哈；有的人在开小吃店。以前我不是那么爱吃锅烧意面跟咸酥鸡哈，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会特别找机会去找他们，当然去跟他们买东西。但是重要的不是吃什么东西，重要的是我能够见到他，鼓励他，为他加油打气，帮助他在信仰上继续的建造，并且没有退缩，没有失志，并且继续跟随上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疫情的问题影响我们最多的有2个。第一个是我们很容易不快乐，你好像有的人你还是可以去买菜啊，还是可以去工作啊，但是你就觉得生活不快乐、不喜乐，有一些负面的新闻，有一些国际的、国内的一些状况，会让你的心情起起伏伏。所以主的话才告诉我们，你要定睛在十字架。你们都有看到十字架。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你就可以抵挡这个世界一切这一些的力量。世界的力量是很大的，很多流言蜚语的问题会让我们的信心起起伏伏。但是主的话告诉我们，你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第一个，我们会容易会不喜乐，所以我们要靠主常喜乐。所以平安这2个字，我们见面都会讲，但是在这个当下，平安不是没有事情，平安也绝对不是都完全不会遇到任何的事。平安是在困境当中，你看见上帝的保守，看见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第2个，我们会受到影响是什么？我们很容易会失去信心，因为人通常对于不知道的事情会害怕，会恐惧。所以真正的恐惧不是在于说真正的恐惧是在于说你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前2个礼拜还没有疫苗的时候，大家都很慌，不知道疫苗在哪里，有的被断货，有的遇到的阻力就没有办法进来。但是当有某些国家运过来疫苗，有人承诺有这样的帮助的时候，我们感觉稍微松了一口气。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虽然在线上的聚会，你没有看见，我没有看见你们，我的挑战也很大。我要去想象中这里有200个人，想象中这里有200个人头在这边，不是请勿登座圈圈。我要想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爱的年轻人，我们的长辈、小孩，你们在镜头前面没有看到，也很挑战，对不对？你可能等一下电话就来了，你可能小孩子在旁边在吵闹。所以真正的关键是不是在这个眼睛所看见的，是不是能够让你的里面的人，圣经讲这个 inner man， 你的心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你可以看见那一个看不见的。你看见就是看见了，看见就不叫做信心，看见就是你看见了。但是耶稣鼓励我们，那个没有看见的就相信的，那才是信心。那要怎么看呢？第一个，你看过去上帝的带领。
上帝在过去既然这样一路引领我们，他在这个时候跟未来，他不会变来变去的，他依然带领你走过去。第二个是用你的信心的眼光来看那些看不到的，就像祷告，我看不到上帝，不然你怎么知道上帝在听你祷告？要用信心的眼光的处境来面对主。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灵修的时候，是一个你跟心灵对话的时候。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有好的见证？我们现在现场直播有几个同工哈，耶稣还有12个门徒可是我们现场只有5个人，对不对？好，那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见证？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个处境？怎么样有活泼的信仰？好，刚刚说你特别容易会失望、难过、不快乐，怎么样能够有活泼的信仰跟喜乐？重点就是在让上帝的话不是只有写在书上，是真正能够影响你的思想，不是只有停留在头脑，是在你的行为，在你的每一天。等一下你收听完这个直播之后，你到礼拜1到礼拜6，你怎么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不是只有听讲道，更重要是用你的生活去见证、去服侍，而不是白白的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今天所读的经文，其实在讲建造教会。这个哥林多教会呢，保罗也一直常常在勉励他们。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它是一个年轻的教会，有很多的恩赐，有很多的年轻人，有很多的这个属灵的恩赐，但是呢，也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这个伦理道德的问题。那保罗也指出他们有一些在礼仪上面的问题，包括祭偶像的东西啦，包括醉酒的问题啊，包括信徒的日常生活的问题，甚至是一些跟性有关系的这些淫乱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必须去处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它都很实际？教会不是一个义人聚集的地方，教会是一个罪人聚集，但是我们知道有上帝的恩典来遮盖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上帝的怜悯，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罪，求主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罪，并且能够荣耀上帝。所以在教会教导的里面，在经文的信息里面，使徒保罗用非常严正的态度在看待这一切的教会所遇到的，不管是伦理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服事的问题、弟兄姐妹互动的问题，都非常实际，并且他也去驳斥这一些错误的教导。那我们也看到说，信徒的反应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是用很积极的、很顺服的态度，但是呢，有人也会提出质疑说，你凭什么指导我们？那哥林多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结党纷争，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2个人有3种声音，他们有的说我是保罗的这一派的，我是彼得这一派的，我是那个亚波罗这一派的，结党纷争。甚至有人在质疑保罗的动机，说你真的代表上帝的仆人吗？你真的对主是这样的服事的态度吗？那我们看圣经的经文，保罗怎么回应他们？他是用他的生活，用他的忠心，用他的真诚，用他的生命的服事，去见证他的侍奉是有根有基、有正确，而且是有果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传福音常常不是用嘴巴传？如果我这样讲就有人会信耶稣，那就太方便了，太快了。我们会发现，从不管是台湾初代教会，或是圣经里面的初代教会，真正建造教会的、真正有力量的，都是生命的侍奉，都是在艰难的里面，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有纯洁的生命。所以那真正宝贵的是，在困境当中没有被打倒，但是仍然被上帝引领，在艰难的里面有纯洁的心。所以我在服事的历史档案馆，其实就是总会的文化部，我们常常在研究跟典藏这些所谓的福音跟文化的问题。个基督徒怎么样在台湾当代的社会，在一个不是基督教为主的国家，你怎么样用接地气的方法去
见证、去实践，去跟文化界对话，跟学界对话，对艺文界对话，并且把福音的真理很实际的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见证出来，这都是不容易的。好，所以生命的见证才是真正有效、有果效，并且能够长存的这样的关键。所以让我们反思我们的处境，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怎么样能够兼顾教会的事工呢？好，有人还以为这个教会同工在这1个月都很轻松，我跟你们讲，刚好相反。好，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为了要准备主日的讲道，好，他用了3倍、4倍的时间，因为他教会没有同工，所以他录影要自己来，他剪片要自己来，后制要自己来，上字幕要自己来，通通都要自己做。好，以前准备一篇讲道可能用某一些时间，现在要用3倍、4倍的时间，好，比以前更忙哎。我有另外一位朋友说，以前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可以一网打尽，20个人一次就解决聚会，现在不一样哎，你要花20倍的时间哎，你要跟他1对1的谈道，1对1的关心分享。以前1个人10分钟20个人用10分钟，20分钟，现在20个人你要乘以多少倍？而且线上礼拜有时候不是在处理宗教焦虑感。什么是宗教焦虑感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好像我应该要出现在某一个地方，好像我应该要去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做，我就觉得怪怪的。但是真正的信仰不是这样子，让我们去反省、去反思，到底你对上帝的道理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有饥渴的这样的心？是不是有渴慕的心？是不是愿意在各项事情上依然尊主为大，包括在金钱、在奉献、在生活的见证？所以让我们对教会重新的思考，这个是个建造教会的时刻，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来立志，用积极的心，用顺服的心，你去跟你自己对话，到底你的信仰是不是完整的？到底你对上帝是不是用渴慕的心来回应？是不是用你的生命来证实，让你的侍奉是正确而有果效的？所以这段经文其实谈到很多我们都会面对的处境，很多承担教会事工的人必须要有良好的品格，必须无可指责，用你正直的心、勇敢的心，充满着信心，用热忱关怀跟开放的态度，你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你会面对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压迫。但是呢，感谢主的恩典，当我们看见他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基督的恩典来服侍他。所以今天的经文在讲到说，与上帝同工，台语翻得较水，台语讲跟上帝相调磨，调磨。但是其实真正的意思是上帝在做工，我们是跟随他的脚步。他说：“我们与上帝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服侍是因着恩典，我们服侍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所以让上帝的话帮助我们，有时候在忧伤的时候，在服侍遇到困境的时候，却是喜乐的时刻。在贫穷的里面，上帝却让你富足，好像一无所有，但是样样都有。因为我们与上帝同工，其实不是我在做事情，也不是牧师在做事情，乃是上帝在前面工作，我们在跟随。所以耶稣才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说：“你有重担来到我的面前。”所以，请问，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到底是谁在担这个担子呢？我们很明白的就知道，是耶稣在替我们承担这一切的重担，是耶稣背负我们的苦难，引领我们向前来迈进。所以，真正上帝国的宣教，我们讲 Missio Dei， 不是在讲我可以做什么。你看看现在的疫情的时刻，所有教会都一样，不管是1万人的教会跟100个人的教会都一样，都只有5个人，现场都只有5个人。
都一样，让我们去反省。我们不是在看教会的事工是怎么样，建筑是怎么样，我们的人数的多寡是怎么样，是让我们去反思上帝的带领，每一时每一刻，他的恩典够你用，让你去看见，你一回头都是恩典的自由。我们人很容易忘记，会忘记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既然在过去带领富强教会到此刻，到现在，他就必定继续带领我们往下一刻、往下一步来迈进。所以有时候在服事的路，你会遇到大家讲做到老干让人嫌到老烂遇到很多的麻烦那保罗也是一样，他在服事的路，他经历了很大的苦难，包括身体的病痛。他好几次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把他的病痛那个刺把它拿掉。但是上帝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能够在你急难的时候来帮助你。”保罗也遇到监牢的处境，就像今天这个经文所讲的遇到这个羞辱的问题遇到监禁，遇到扰乱，遇到困苦，遇到鞭打。我们不要觉得他是一个信仰的伟人我们要知道他是人，他只不过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经历过这一切。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不会变来变去。上帝既然承诺你，既然愿意带领你，他就会负责到底，爱你到底。让我们也对上帝忠心到底。上帝的能力可以让我们能够面对试炼，并且继续服侍上帝，服侍人。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中学习谦卑的功课跟倚靠的功课。所以刚刚谢牧师带我们祷告，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去在主的面前再一次的谦卑，说：“主啊，我能够哪里能够学习你？我哪里需要调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弟兄姐妹。”所以腓立比书第2章说：“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就是爱上帝，然后彼此相爱。爱上帝，彼此相爱，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的信仰不是长篇大论，不是很虚无缥缈的，就是爱上帝，并且被上帝所爱。然后我们也彼此相爱。所以在这个困境当中，你也许会遇到很多的信心的动摇。这个是个谎言，这个是撒旦的谎言。在历世历代，魔鬼最不要我们聚集敬拜他，所以他会用很多的这个方式来打击你，挑战你。那魔鬼呢，他有3个方式最厉害。第一个是欺骗，第2个也是欺骗，第3个还是欺骗，就 liar， 用错误的讯息，用世界的价值观，要引诱你离开上帝，拒绝上帝，让你的信仰冷淡。他有可能透过这种混乱的氛围，透过这种似是而非的这个异端，或者是这种理论，这个疫情的时候，教会也休息，那我也信仰也休息好了。我们说上帝绝对不是礼拜天早上9点上班嘛，然后等一下就下班，没有啊。约翰福音第10章说，撒旦来，恶者来是要怎么样？要偷窃，要毁坏。但是上帝的爱是要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灰心丧志，这个景况刚好是让我们省思自己，并且重新预备教会，建造教会，让所有的教会成为一间教会，让500位的弟兄姐妹在上帝的面前就好像一个人一样，让我们可以有合一的心，领受合一的洗礼，领受合一的见证，成为一个整体。因为往往撒旦要打击的就是这样的整体感，要把我们分崩离析。可是呢，我们在主的面前，圣经很多时候上帝在对人说话，他是对一群人在讲话。那他有时候对一群人在讲话的态度跟口气，也像在对一个人讲话一样。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现在虽然在镜头前面，但是你是自己单独在面对神。这个信仰不是你爸爸的信仰，不是你的谁的信仰，这个是你的心真实与主相遇的时刻。所以我们在讲最坏跟最好的时刻，其实到了目前为止，已经比较和缓一点。我们知道会有疫苗来，2-3个礼拜前我们在慌啊，没有疫苗怎么办？所以像这个 Dickens 他在描写在这个《双城记》世界名著里面，他在讲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看起来一团乱，阶级的对立，社会的混乱，治安的败坏，动荡不安，权贵阶级跟平民阶级的对抗，社会民不聊生，很多人因为这样子丧失生命。但是他说，这是最坏的时刻，但是也是最好的时刻，因为这个国家会转变，新的时代会来临。台湾教会面对的境况也是一样的道理，现在是一个最坏的时刻，但是也是最好的时刻。我们必须依靠上帝，寻求教会体制的转型。你在家里面，这就是个家庭的祭坛。教会不是在看这个建筑物，是你在哪里面敬拜上帝，哪里有上帝的同在，哪里就是教会，哪里有上帝的灵。这个哥林多书信前面讲的，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哪里就得到释放。所以绝对不是这些有形的事物在捆绑你的心，是让你的心得到释放，并且在这个当下能够反思你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面对上帝，怎么样来装备自己，预备出发。因为很快后疫情时代会需要有各种宣教的方式策略，教会不是有形的建物，是 ecclesia， 是上帝所呼召出来见证的信仰群体。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有时候礼拜不是在这边大家爱来爱去在这边在里面不要忘记我们得到这个美好的福音，更重要是能够把它见证出去，并且你在各项事情，你在不论是处顺境、处逆境、处丰盛、处于困乏，你都能够得到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依靠耶稣跟他的十字架，让你有喜乐的心，能够去见证活泼的信仰。所以今天的经文讲说，很多人在讲说，上帝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你要救我们上帝的话告诉你说，在接纳的时刻我垂听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你。听现在就是接纳上帝恩惠的时刻，今天就是上帝拯救的日子。这个和合本说，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刻，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刻。弟兄姐妹，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他说，现在 right now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一秒，他与你同在，他接纳你，他愿意拯救你。今天刚好也是总会的事工主日，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纪念呢？我们是要纪念6月16号，今天是20号。那么6月16号呢，就是第一位来台湾的宣教师马雅各医师在看溪街设立医馆的那一天。那今年呢，也是他过世的100周年，他是1921年去世的。那你想想看，有很多的巧合马雅各是医生我们都对医护人员很尊敬，对不对？那100多年前，他一样面对了瘟疫，面对百姓的不理解与谩骂，有的人对他丢石头，有的人对他冷言冷语，要拆毁他的一些的事工。但是他因着上帝的恩典，来到远东，来到台湾传福音，被人家耻笑，有许多的谩骂，但是他受到上帝的呼召，他就来爱这块土地。那很多人觉得说他好像是一个属灵的伟人或者说像保罗这样子，其实不是，他们就只不过是听见上帝的呼召，他们用信心的眼光看见上帝所要他们看见的，在人的身体，在人的心灵的需要，他们就乐意的去服侍。所以他们能够以纯洁的心，用知识
在仁爱、在忍耐，透过圣灵的帮助，真正去成为上帝的仆人。这个是我2013年去英国探访访查他的这个坟墓的宣教师葬在那边In loving memory of James Legdon Maxwell， 马雅各医生在英国的长眠之处，他跟他的太太一起葬在这个地方，关心台湾人，爱台湾人，奉献他们自己的生命。那这张照片就是最早马医生在看溪街设立医馆的地方，就是中间那个泡汤的那个汤的那个地方。这个是日本时代的一个照片，你看见他怎么样在一种充满误解的或是说百姓对这个外来的宗教不理解的一个情况，他在那个地方透过医疗宣教，看见那个时候人最需要的东西。你就去想，疫情时代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不外乎就是心里的平安。在找寻福音的出口在哪里？这个是马雅各，他从府城后来被这个赶走因为百姓不要他在那边，他就到高雄的其后，在那个地方也建立教会，也设立医疗的据点，继续在服侍当地的百姓。那后来呢，他又从其后又回到台南，在今天的北门路这边设立了旧楼的医馆。那开始也前面做医馆，后面做礼拜堂服侍百姓，让他们得到心灵的帮助跟肉体上痛苦的解除。后来从旧楼的地方就又转到今天的这个新楼医院的这个地方。这是马雅各跟他的同工。我们知道服侍的路程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纵使我在这边分享，我们还是有1-2个同工在协助。马医生也是一样，有助手在帮助他。这是马雅各他的全家，他的太太也跟他一起来台湾服务，后来又回去。他的2个儿子，右手边这是他的大儿子，马约翰医生，马士敦医生，他是被派到中国去做医疗宣教，也是服务当地的民众。左边是他的第2个儿子小马雅各，他在台湾奉献了20几年，老马医生服务7年多，他的儿子更久，20几年，所以2代的人加起来30几年的时间在关心这块土地。这是马医生跟他的太太。我们就想，到底是怎么样的爱，让他愿意放弃舒适的环境，来到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地方，因为上帝的爱，他也愿意来爱我们的这样的故事。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虽然是停止实体的聚会，我们要讲福音传到台湾，到了日本时代，我们也真正遇到过一次，整个教会都停掉。为什么？因为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的因素有2方面，一个是外来的盟军的轰炸，百姓要逃难；第2个是日本政府的压迫，军国主义的压迫。这道理很简单，他说你们基督教都是英国、美国传来的外来的西方的宗教，又是跟日本敌对的国家，所以基督徒你们都有可能是 spy， 都有可能是间谍，都有可能把军事的情报报给这些的敌国。所以教会要停止礼拜，牧师要被监控，长老执事弟兄姐妹都要被监控。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百姓很痛苦，不止不能聚会，还要忍受很多的误解。这是教会的学校因为政府的压迫，不得不政府说这个是爱国的行为，你们要去拜神社，要有这样的举动，有这样的压迫的情况。那这个照片呢，是当时的牧师传道师都会被抓去上课。里面的讲师呢，他是一个神道教的讲师，他就把圣经穿凿附会，说这个天皇呢，也是天神派下来，就像耶稣基督一样，道成肉身，要
是地上的代表人哦，所以牧师都要接受这样的洗脑会的这种打击哦。那有的传教士的家里呢，政府要求你要放这个神道的这个神龛，好，那这个是很屈辱的、很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止不能聚会，你还要看着这些偶像的这个东西在那个地方，好，那甚至呢还有要求这一些的牧者，要在这个神社底下要被迫进行这样的洗脑会，这样的所谓的战斗营，这样的压迫的这个情况。所以你看到说，基督徒在这种复杂的身份认同的里面，透过信仰不断的忍受苦难，但是也获得安慰。所以平安不是说都不会遇到事情，平安是说在苦难的当中，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明白他的仁爱，并且真的能够在你的处境里面见证上帝的恩典，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在国家，我们看见过去的人在讲，这么多的十字架，你怎么承担得起呢？你唯有依靠耶稣的恩典，唯有拥抱耶稣，才能够担起这样的十字架。所以人生的苦难才能够变成快乐。面对十字架真正的幸福，不是去闪躲它，而是去背负它。在我们过去这些信仰前辈，不管是宣教的时代，或是日本时代，都展现出了强韧的生命力。所以最后我们今天在讲说，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在圣经的处境是在讲说，你们不要怕死啊！过去是在罗马政权的逼迫下面，信耶稣是一种生死交关的事情。那同样的，到了今天，圣经的话告诉我们是说，你不要怕病毒，你不要害怕这样的疫情，而且重点不在于实体聚会的有还是没有，重点是在于你能不能坚心倚靠上帝的同在。你知道上帝与你同在，你知道他依然看顾你。所以最后真正跟上帝同工的关键，就是你能不能在此刻因着上帝的恩典，把恩典的生命活出来，带来活泼跟喜乐的侍奉跟生命，让你知道说你能够在任何境况之下能够感恩。各位弟兄姐妹，常常感恩的人可以免除很多的这一些的误会，或者是说不谅解。常常感恩的人，你知道上帝的恩手在引领你经过这一切的境况，你就知道一切有上帝可以依靠，你可以跟随上帝来宣教，你可以成为上帝的仆人。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到今天他依然在做工。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上帝，谢谢你拣选我们与你同工，并且你也赏赐我们恩典。主啊，在此刻，在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刻，是恩典的时刻，是拯救的日子。主啊，帮助我们在各样事情表明我们是你所差遣的人，让我们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真正能够见证你的大能在我们当中。福音的大能帮助我们继续奔跑属天的路程，好让我们成为500多间的教会。虽然实体的聚会暂时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建造家庭祭坛，我们建造教会，我们装备自己，也预备自己来服侍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透过启明传道，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勉励大家，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在艰难的时刻，我们怎么样跟上帝同工？真的是在最严厉的时候，也是在考验我们的时候。接下来牧师要邀请大家为几件事情来做公祷哈。那我们可以在家里面一起看着这个荧幕，那牧师借着这个投影片，带领大家一起来做祷告。谢天父上帝，在这个疫情威胁的时候，也许我们安逸在家里面来防疫，但是我们的心情确定是跟着
这个疫情在起伏当中，我们不愿意一直待在家里面，但是借由这样的管制，我们必须因为我们个人的克己，我们的忍耐，要成就整个台湾的疫情能够得到解放。主要在这个严格的时刻，我们特别要为全体付出心血，甚至遇到感染风险的医护人员、我们的警察单位、消防人员，以及在各个地方这个邻里长，他们关怀整个家户每一个地方的卫生安全。主要他们无论是大热天还是下雨天，他们都坚守岗位。主，我们为他们的身心灵平安来做祷告。主啊，我们也为整个防疫政策是一个超科技、超科学、超医学，也是整个心智锻炼的我们的领导单位，无论是中央疫情单位，或者是各县市的疫情指挥中心，求你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冷静的心。他们要面对很多的批评，很多的挑战，甚至很多的指责。但是主啊，让我们全台湾上下真的是同岛一命，大家朝最好的方向一起来努力，让这个决策有效，早日疫情能够缓解。主，我们感谢你，因为疫情突然间来，很多地方许多人以前不愿意打疫苗，现在大家争着抢着要打疫苗。感谢你，我们听到好消息，有从美国220万剂的疫苗正在飞机上要回到台湾来。主啊，求你保守，让我们借由这些疫苗安定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疫苗能够帮助我们不受疫情或是这个病毒的搅扰，让我们大家心情平静，度过这个挑战难过的时刻。主啊，在这个3级警戒的时间，最大需要克制操练的是我们个人的耐心以及自我的生活管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有主可以依靠，我们心就平静，反而我们在安静的时刻跟主更加的亲近。我们也特别为在染疫、受到隔离、住院，甚至因为重症来失去生命的我们的同胞以及他们的家属，求圣灵亲自安慰扶持，也亲自保护照顾医治，借由医疗的帮助，这些染疫的我们的同胞能够早日得到健康，失去生命的家属也能够得到安慰，跟政府的相关的关怀。主啊，在疫情之下，我们求你也保守我们教会各单位、各团契、各牧区、各首长，借由神的帮助，他们有能力、有智慧，能够借由电话或是通讯工具，能够实际关怀到组员、戚友。大家在这个时刻彼此激励、彼此造就，坚固信仰，能够重新得力。当我们疫情缓解的时候，大家用一种欢乐的心一起聚集。主，我们为教会的会友在居家防疫的时候，大家有平安顺心，需要外出的时候得保护，身心灵都得健康，特别是有美好的信心跟交托。在这段时间，会有每一个人的工作能够受影响到最低，我们的学生在家学习，工具能够齐备，不受影响。我们的长辈，他们每一个人的平安跟健康也得神的保护。现在主，我们特别为在3级警戒下，很多店家就不能开门，做服务业的也不能接触人，我们做餐饮业的也不能直接在店面来做生意。现在主啊，有的在工厂，有的在这样的一个生意都受影响的情况之下，求神赐给他们信心，赐给他们力量跟智慧，让他们找到神特别的帮助，能够突破能够熬过这一段难关，这一段艰难的时刻。我们也为教会中长期在敬仰、
在家中休养，以及近期接受治疗的，无论在住院，无论受开刀或是老年疾病，还有的甚至是因为有这个恶性肿瘤的，需要疗养、需要照顾的弟兄姐妹，奉主的名，你施下医治，施下释放，施下平安，也施下好的医疗，让我们这一群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能够真正恢复健康，能够求神的带领之下平安跟喜乐。主啊，我们特别也为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借由线上的敬拜，我们的信心反而更加的坚定，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更加的亲密。主啊，我们因为大家彼此关怀，我们的互动就有更多的时间彼此来祝福，彼此同心祷告。神啊，让这段时刻成为我们操练的时刻，也成为得祝福的时刻。我们愿我们台湾这个宝岛，在神的恩典之下，大家更同心、更同理心、更彼此来谦让，彼此团结，让这个疫情能够早日得到缓解。再次线上恳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最后的时间，牧师做一点事工的报告。我们也邀请我们在家中呢借由自己用一个容器呢来做奉献。那这些奉献等有空有机会再拿到教会来一起来我们来做一个会诊哈。那牧师做一个事工的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3级警戒呢因为到28号，但是不是能够解除也不一定，所以我们至少要在下个礼拜还有线上直播礼拜如果还有后续的延期，那我们就很容易看到新闻的报道哈。那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让我们的敬拜都不受影响哈。第二个，我们今天特别感谢卢启明传道哈他借由这个总会事工奉献主日呢，受邀请来到我们当中来勉励我们哈。那实际上卢传道他本身是在总会的档案馆工作，在台南神学院的一个新馆，但他的会籍其实是属于我们教会了哈，所以于公于私他今天都能够在这边分享是很感恩哈。那我们要恭喜卢传道呢，他已经通过牧师的拣选，就是说他传道已经任满了，然后牧师考过了所以借由总会来给他做拣选，顺利通过哈。那7月开始呢，就担任总会的干事哈。我们总会的只有一位总干事，还有一些是助理总干事，还有很多同工一起做干事来分配各样的事工。我们为他祷告，特别是后续也许等到疫情比较缓解的时候，就举行封牧的事宜。那我们为他献上感谢，也求神祝福他后续的事工哈。第三个是有关主日奉献及多元奉献的管道，我们在周报里面都可以查到。如果有困难你要不能来到这边实体奉献的话，也可以请教我们的教会的干事哈。那我们一个哀伤陪伴的事工呢，我们要感谢主，第8期13个礼拜的哀伤陪伴在线上课程已接近尾声了。那第9期呢，我们会预定在9月下旬或10月初。如果那个时候疫情已经解除了，我们一方面是线上，还加上实体的课程哈。当然，请大家一起关心，有遇到家人失丧的需要关怀的，也鼓励他们来参加。第二个，我们这个哀伤陪伴课程的同工们，他们很再接再厉了哈，又从美国的这个叫做教会新策略机构，这个是一个他们福音单位他们所制作的叫做离婚关怀的课程。那我们知道台湾现在离婚率很高哈，那很多人失去婚姻的时候，很多生命信仰包括生活工作都受很大影响，包括子女。那这些要有一个特别的课程来帮助他们能够重新面对新的社会、新的人生哈。那我们现在已经慢慢把影片的字幕由我们的会友那些优秀的英语翻译的同工把它翻译完成了。那影片也陆续一步一步13周的课程在制作完成哈。所以呢，为了在暑假过后呢，能够很顺利的在线上
或是实体的分享。我们现在是每一周已经开始由这些训练的同工来监看就对了，先看一遍有什么地方瑕疵的字幕有什么不对的，我们看完之后也算是一个预习哈。那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台湾呢这一个民情呢对于自己遇到离婚可能心情很郁闷呐，所以很不愿意分享自己，但是也很不容易走出来。我们期待借着这个课程来帮助实际遇到婚姻问题的我们的亲友弟兄姐妹哈，我们为这些事情祷告。那也请第5点，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继续代祷。那我们各单位小组，我们能够分配不同的同工哈，大家分工合作，协助来关怀教会居家防疫的教会长辈，还有我们的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了解他们的需要，为他们做代祷哈。有需要进一步关怀的，请你联络教会，由教会来后续来关心哈。那我们也请大家在遇到这个防疫在家里面，刚开始可能你会很好奇，或者觉得哇很自由，但是其实我们被关在里面，心情会受影响。所以我们期待我们在家里面防疫能够有规律的灵修祷告生活，有运动的习惯，并将我们的忧虑交给上帝，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练习哦。那时间也许1-2个月我们还能忍得住，但是后来怎么样，我们决定一定要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心灵操练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跟喜乐跟盼望哈。最后呢，我们也继续关怀我们教会恩成弟兄的母亲是李秀莲老姐妹，她的告别式呢要在明天在台北第2殡仪馆来举行，因为疫情就没办法举行这个整体的做礼拜了就家庭我们为他们的流程顺利来代祷。另外也有我们本教会的李阿春姐妹的母亲，是一位老姐妹李谢金蜜老姐妹他们也是同样在疫情下要在礼拜2举行家庭的告别式她的家族还是非基督徒了我们为李阿春姐妹祷告，让她的一个祷告能够被神所安慰跟扶持我们这些报告就到这边期待我们在周间我们也有礼拜5的一个线上祷告会，我们一起参加愿求神恩典跟每位同在。我们把时间交给谢牧师，我们要来做结束。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耶稣，有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这个月的金句，记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我们一起请，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18章20节。接着我们来唱颂荣，结束后我们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
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跟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在疫情当中享受神的恩典跟祝福、平安、健康跟喜乐，也赐福给我们台湾每一位弟兄姐妹同胞，大家在恩典之下勇敢走向前面的路程。愿三位一体的神与每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坐，我们来做默祷，感恩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